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5篇，民数记第8章第5节到22节，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洁。当摩西第一次遇到上帝之后，他想要亲近上帝，但是上帝告诉他必须要把脚上的鞋子脱掉，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。这个影响了以色列人未来服事的这个态度、制度和标准。特别是祭司们要服事上帝，就必须要先洁净自己，才能亲近上帝。在现代有一些教会规定上讲台的服事者一定要脱鞋，基本上就是受这样的一个概念所影响。从现代人而言，他们不见得认为脱鞋子就一定是洁净、干净、卫生了，因为人很可能有脚臭，所以在讲台上是否是一定要脱鞋，其实没有一定的定论。民数记第8章第5节到22节记载了利未人的洁净礼。圣经的记载这样说道：为利未人行洁净礼和奉献礼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要把利未人和其余的以色列人都分开，用下面的方法洁净他们，用洁净水洒在他们身上，叫他们把全身剃刮干净，把衣服洗涤干净，这样他们在礼仪上就算洁净了。他们要带一头小公牛，必须献上的素祭，就是调和着橄榄油的细面粉，而你要带另外一头小公牛作为赎罪祭。然后你要召集以色列全体会众，叫利未人站在圣幕的面前。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手放在利未人头上，亚伦要把利未人献给我，作为以色列人特别的礼物，这样他们才能够办我的事。利未人要按手在2头公牛的头上，一头做赎罪祭，一头做烧化祭，献给上主，好为利未人行洁净礼。你要把利未人当作特别的礼物献给我，并且要叫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管理他们。你要这样子把利未人和其余的以色列人分开，使他们归属我。你把利未人洁净并奉献以后，他们就可以在圣幕里工作。我已经宣布，他们要代替以色列长子的地位，他们要单单归属于我。我在埃及击杀所有的头胎的那一天，已经把以色列每一家的长子和每一只牲畜的头胎都分别为圣，都归属我。我现在要以利未人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长子。我把利未人分派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，当作以色列人的礼物，为以色列人在圣幕里工作，以免以色列人挨近圣所而遭受灾难。摩西、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遵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，就把利未人奉献了。利未人洁净了自己，洗涤他们的衣服，亚伦把他们当作特别的礼物献给了上主，也为他们行了洁净礼。有关利未人的事，人民都遵照了上主命令摩西的话，一一的遵行了。
这样利未人可以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指挥下执行圣幕里的任务。服侍上帝的人必须要先圣洁自己，然后能够亲近上帝。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他这样说道：那些被拣选来服侍上帝的人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国度的一员。保罗呢也这样对提多来讲，在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圣经记载说：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蒙召奉差遣去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，引领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所教导的真理。这正是以盼望永恒的生命为根据的。那不撒网的上帝在万世以前已经应许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便借着信息的宣扬显明出来。我受了付托，奉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，负起了传扬这信息的任务。提多，我现在写信给你，你在我们共同的信仰上是我的真儿子。愿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恩典平安给你。提多在克里特的工作，我把你留在克里特，目的是要你处理那一些还没有办完的事务，并且在各城市里设立长老。我曾经吩咐过，当长老的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，他们只能有一个妻子，或是说只能结一次婚。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，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。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，做上帝的管家，就应当是无可指责的。他必须不傲慢，不暴躁，不酗酒，不好斗，不贪财，要乐意接待人，喜欢做好事，庄敬自重，要正直圣洁，能管束自己。他必须坚守那可靠、符合教义的教训，这样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，同时纠正那一些反对的人的错误。保罗明白地劝勉提多，所有的服侍上帝的人都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才能亲近圣洁的上帝。彼得的话并不是基督徒有多么的圣洁或是多么的高尚，而是说我们必须要用以上帝的本质来亲近上帝，来服侍上帝。诗篇115篇，独一真实的上帝，上主啊，荣耀只归于你，不归于我们，只归于你，因为你有信实不变的爱。为什么列国还要问我们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们的上帝在天上，他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们的神明用金银铸造，是人手所雕塑品。他们有嘴巴却不能讲话，有眼睛却不能观看，有耳朵却不能听，有鼻子却不能闻。他们有手却不能触摸，有脚却不能行走。他们不能发出声音。愿所有制造和相信偶像的人都跟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。以色列人要信靠上主，
他要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上帝的祭司呢，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所有敬畏他的人呢，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上主顾念我们，要赐福给我们，他更要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人，他要赐福给亚伦家的祭司们，他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，不分高低贵贱，同蒙福泽。愿上帝增加儿女给你们，也使你们的儿女子孙众多。愿上主赐福给你们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天只归属于上主，但他把地赐给了人类，使人不能颂赞上主，下冥府的人也不能赞美他，但我们活着的人要感谢他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要赞美上主。求主帮助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更与主亲近，来服侍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